弟兄姊妹，今日係2026年40日大齋期第14日。今日默想基督的心腸，主題係憐憫迷羊。馬太福音9章36節咁樣記載，他看見許多的人，就憐憫他們，因為他們困苦流離，如同羊沒有牧人一般。弟兄姊妹，我哋先安靜預備心靈，請你合上眼睛，我哋一齊先做一啲呼吸嘅練習。讓我哋開始用力吸氣，慢慢呼氣，再用力吸氣，再慢慢呼氣，最後一次用力吸氣，再慢慢呼氣。讓我哋同心禱告。主啊，求你與我同在，每天都看顧並且保守我，幫助我更加認識你，並且喺你嘅愛同埋恩典當中不斷去成長。以上嘅禱告係奉靠主耶穌基督聖名禱告，阿門。請我哋繼續安靜，慢慢深呼吸，預備去聆聽屬於主嘅說話。請我哋都為自己禱告，祈求上主引領你嘅心投入默想，並且親近佢。以下係經文默想，我哋透過馬太福音9章35至38節，一齊去默想基督的心腸。我會誦讀經文2次，弟兄姊妹可以合上眼睛，或者望住熒光幕上嘅經文去聆聽。以下係第一次嘅誦讀。耶穌走遍各城各鄉，在會堂裏教訓人，宣講天國的福音，又醫治各樣的病症。他看見許多的人，就憐憫他們，因為他們困苦流離，如同羊沒有牧人一般。於是對門徒說：要收的莊稼多，做工的人少，所以你們當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出去收他的莊稼。請聆聽第2次。耶穌走遍各城各鄉，在會堂裏教訓人，宣講天國的福音，又醫治各樣的病症。他看見許多的人，就憐憫他們，因為他們困苦流離，如同羊沒有牧人一般。於是對門徒說：要收的莊稼多，做工的人少，所以你們當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出去收他的莊稼。2次經文讀畢。邀請弟兄姊妹繼續默想經文，並且留意經文當中邊一啲嘅字句係特別吸引你或者提醒你，你可以慢慢向上主禱告。
請弟兄姊妹用默想嘅心去聆聽以下嘅內容。耶穌對門徒嘅命令仍然都係真實而迫切，就正如經文所講，當求莊稼嘅主打發工人出去收佢嘅莊稼。我哋唔單單要祈禱求主打發工人出去，更加要成為能夠被上主差出去嘅工人。究竟主嘅工人係點樣去做主嘅工作嘅呢？答案就係耶穌憐憫的心。一顆憐憫嘅心，能夠讓我哋睇到人肉身同埋屬靈上真實嘅需要，亦都讓我哋甘心去效法耶穌嘅捨己同埋愛，並且用行動同埋付出。有冇諗過人冇咗神會點樣呢？如果人冇咗神，就冇方向、冇盼望、冇出路。因此無論係病人、係罪人，甚至係信仰上邊錯誤迷失或者自以為得救嘅人，喺憐憫嘅眼光當中佢哋都係需要幫助同埋安慰。憐憫嘅心點解咁重要？因為如果我哋有憐憫嘅心，當我哋去面對病人嘅時候，就唔再係恐懼、嫌棄或者唔耐煩啦。當我哋有憐憫嘅心，我哋去接觸未信者嘅時候，我哋唔再係愚昧無知。如果我哋有憐憫嘅心，當我哋面對有罪嘅人嘅時候，我哋唔會再係冷漠，或者要同佢哋劃清界線。所以憐憫嘅心係好重要。呢一個憐憫嘅心，令到我哋願意更加靠近人群，就讓神透過我哋去顯明醫治嘅恩典，並且都透過我哋去宣揚神嗰份嘅救恩同埋真理。當我哋明白經文所講，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出去收他的莊稼呢一句說話嘅時候，我哋都同樣要明白，主耶穌或者會差遣我哋回應呢一個嘅祈求嘅。所以讓我哋好好預備自己，唔單止祈求，更加有具體嘅行動。弟兄姊妹啊，你有冇睇到一啲屬靈或者肉身上正飽受困苦嘅人呢？如果你睇到嘅話，你又是否願意用基督嘅心為心，去愛、去關懷佢哋，甚至帶領佢哋返去主耶穌嘅羊圈裏面，同我哋一齊享受神親自嘅照顧同埋愛呢？好想邀請弟兄姊妹繼續默想，好好去向上主禱告，並且作出回應。
弟兄姊妹，讓我哋一齊禱告。親愛嘅主，謝謝你憐憫醫治咗我，赦免我嘅罪，因為你睇到我內裏真實而迫切嘅需要，並且我都知道你係好樂意賜畀我一個憐憫嘅心，讓我能夠奉你嘅差遣出去作你嘅聖工，無論係帶畀人嘅安慰陪伴，或者係真理嘅教導勸勉，都求主去使用我。以上嘅禱告係奉靠主耶穌基督聖名祈求，阿門。